1蚊信用卡就可以由尖沙咀去灣或者中環啦，出發！哇，維多利亞港啊，夜晚遊船啊，都唔平㗎。但係而家呢，我哋行下去嘅天星小輪，哇！呢度呢，就係香港好出名嘅鐘樓啊。以前呢，好久以前就係搭火車嘅地方，有文化中心啦。哇！而家維多利亞港都少人啊，之前好多唔係小船啊，以前好多船啊，塞車嘅。